啊，毋是讲要去看电影，对无？你莫来甲我对啊！唔要我送你回去较紧啦，阿莫顺。来甲我对啊！好啊，你听我讲啦，阿顺啊，上车好无啦？顺，你听我讲啦，阿顺啊，我送你回去好无啦？好啦，阿顺。啊不，哎呦阿顺啊，啊咱早起唔着好好啊，哪会好生气啦？啊无，我甲你回息咧好无？好啦，莫生气啦，阿顺啊。阿顺，你听我讲啦，好啦，你莫生气，阿顺啊。哎！人老公买你是安怎啦？我少年呢，啊咱嘛有熟识啊，我金融餐厅的师傅呢，我要甲阮女朋友讲话啦，你先较边仔一下哦。谁甲你女朋友？好啦，阿顺，你听我讲啦。哎，啊，即摆是安怎啦？啊？是要安怎？啊？问你啊，你是要安怎？你有安怎无？阿顺，明仔来记你哦。你拄则是毋是无想要管？我毋知恁是啥关系，我是要安怎插手？你这个人，规工拢咧讲政治，你的厝边暗时啊伫落日风动骹动手，你拢袂关心一下。我实在对你足失望。